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12月22日。經文約書亞記22章10至20節。裏邊迦得同埋瑪拿西半支派喺約旦河邊築咗一座大壇，其餘嘅支派知道咗，就要討伐佢哋嘅罪行。眾支派差派咗非尼哈同埋10個領袖前去調查。佢哋講，假如呢2個半支派認為所得之地唔潔淨，佢哋願意分地俾佢哋，但係唔好犯下喺上帝嘅壇之外另築第二座壇嘅罪行。昔日喺約旦河西邊嘅10個半支派，為避免喺約旦河東邊嘅支派得罪上帝，甘願放棄自己嘅土地。今日亦有基督徒願意放下自己嘅權利同埋利益，造就其他基督徒，或避免其他基督徒得罪上帝。無奈有少數嘅基督徒喺教會內外都致力追求自己嘅權利同埋利益，甚至佢哋過度嘅追求，往往傷害咗其他基督徒，成為教會嘅缺口。其實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，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什麼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我們就該知足。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、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慾望中，使人沉淪，以致敗壞和滅亡。提摩太前書6章6至9節。